高雄基甸这造船产业真出名，为着要互囡仔了解故乡的海洋产业甲文化，今年6月呢，这基甸的中州国小举办海洋科学 AI 书记营，学生囡仔实际行搭，而且囡仔也有家己做4只木船，今仔日4只船拢落水，也无记渔船落海的祈福仪式。 学生提起水为船头压，扫落来校长搁提汤仔饼、乌白压，学生囡仔拢伫下面接，因为着这4只新船落水，举办祈福仪式，这也是基甸当地新船落海的传统。囡仔体验渔民的祈福、平安丰收的文化，现场气氛是真热烈。遮个民众那像是遐鱼啊共款，遐鱼群共款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来捡遮个。 糖啊，甲饼啊，落海以后会当丰收。阮就伫咧学校，互因了解讲哦，阮会当亲手做一只船啊，唔那是阮用目睭当看到安尼尔。初三即天，中州国小18位囡仔先伫学校做伙制作这4只木船，下晡才来到爱河边落水。学生坐伫船顶，用桨啊、豆豆啊过船，就惊无细枝会变船。 学校伫6月来举办这个海洋科技 AI 营队，学生利用4天时间，实际到故乡行搭，因个会运用 AI 科技，甲海洋的水编写做一个故事甲一条歌。脚踏车去第2港口看大船入港，搁有去坐船厂看人安怎修理大船。 有用电脑学着 AI， 伊会甲阮做图、做故事、做歌。AI 真方便，真趣味。这个营队是家父基金会提供经费，基金会表示讲，希望透过营队，互基甸的学生囡仔体验 AI 科技，也当熟悉故乡的海洋文化。记者钟义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